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婚礼的好尾夜，甲做这个喙罨的厂商来合作，甲一寡做了有欠点的喙罨，摕来互长辈做香茶啊，或者是伫喙罨面顶来画图。一来，这个有欠点的喙罨会当再利用；二来，嘛会当来训练到老大人的头壳甲骹手。 因为疫情相关，各类清扫用品的需求增加真济，尤其是喙罨，袂使讲是上热销的医疗产品。不过咧做喙罨的时，难免会出现一寡车线无准，或者是锁啊落去，无法度卖喙罨。不过其实这个喙罨的防护功能也真正常，所以后尾亚社区都和这个喙罨厂商合作，好时代会使伫这个喙罨画图。袋子可能断掉这些口罩，那其实它丢掉很可惜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在这个画面上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运用？对，我们帮一些我们 NG 的口罩，然后做彩绘。 嘛有时代发挥创意，把喙罨变做香茶啊！这里面就可以装东西了，加一些装饰，然后这些小花也是用这些材质去做的。原本被互人单调的喙罨，透过时代的创意变做真水的喙罨，甚至阁有其他的功能。伫做过程，嘛会使来训练时代的手脑协调能力。